身邊咧繼續有 James 喺度，咁我哋呢一 part 咧 James，不如就傾傾究竟地緣政局啦，同埋內地經濟咧嚟緊對資產價格嘅影響嚇，睇你點睇嘅咁。咁啊講下地緣政局，一定要講最新鮮滾熱辣就係委內瑞拉呢一個情況啦咁。咁啊大家會睇委內瑞拉油產量唔多，但係個蘊藏量係好勁嘅，係咪？嗰個探明儲量咧有成3000億桶，佔全球咧成17%。有啲講法就話其實美國你突襲去委內瑞拉捉咗馬杜羅之後，其實可能就係喉實佢嗰啲油嘅存量，因為佢嘅油係heavy crude， 即係個重油 ，which is 係美國係缺乏嘅咁樣。所以特朗普即刻叫啲美國企業咧，油企咧入去加大投資咁樣。下一步就係話咩咧？可以慢慢降低個通脹，呢個可能會有利佢嘅通脹啦，亦都有利嚟緊佢嗰個即係減息嘅空間啦。嗰個故事係咪可以咁樣去分析啦嚇？咁long term 少少可以咁講嘅，但係短期佢要通過委內瑞拉嘅呢一啲 operation 去降低佢嘅通脹或者係油價，好似又唔係好合理啦。因為講真，委內瑞拉自己本身個產能，或者你講佢所有油嘅一啲油企嘅一啲運作，其實都比之前嘅統治者查韋斯同埋而家嘅馬杜羅斯，其實你可以當佢係騎劫咗嘅。咁所以成個系統就唔係好有效率咁樣去運行，加埋美國又有制裁，所以委內瑞拉個產油量日產油量其實由2021年差唔多200萬桶，跟住跌到去110萬桶，跟住跌到上個月淨係得90萬桶。咁呢90萬桶絕大部分係提供咗俾中國同埋俄羅斯嘅。咁所以我諗喺而家即係就算美國佢騎劫咗委內瑞拉嘅統治者，跟住叫個副總統你而家要聽晒我話，我話點就點。咁嚇咗佢之後，但係其實講真對成個國際油嘅市場嘅嗰個供求缺口咧，就冇乜太大分別。咁 IEA 其實都講咗啦，2026年油嘅供求缺口應該都係差唔多成300萬桶左右，其實就係歷史新高嚟嘅，即係供過於求。咁所以其實短期之內我哋都唔會覺得油價有啲乜嘢上行嘅空間啦。你話1至到2年之後，委內瑞拉嗰邊喺美國嘅幫助底下開始出現一個產能爬坡，即係佢要 activate 個產能都需要時間嘅。咁呢個係1至到2年之後嘅事，嗰陣時可能油價再對多少少唔奇嘅。咁但係喺呢1至到2年之間，你美國嗰邊唔會實際受惠於一個油價嘅下跌所導致嘅一個通脹壓力嘅減少咯，所以佢反而受惠到嘅係佢重新塑造咗美國係一個即係國際警察又好，或者係一個地區強勢勢力又好嘅一個角色，咁令到市場嘅信心增加。另外一個就係我諗，相對於係講佢降低通脹，即係想要去降低通脹，不如講佢話係佢想降低個通脹預期。咁因為我哋都講咗啦嘛，佢2年之後產能爬坡，可能個產能之後又變翻係1年200萬桶一日200萬桶以上，咁嗰個就實際會幫助到美國自己本身嘅通脹或者係油價呢一個通脹嘅重要組成部分。咁佢攞呢個預期去apply 咗喺而家嘅市場參與者嘅 sentiment 之中，我諗就會對個通脹預期有少少幫助嘅。咁但係實際嘅衝擊咧，我諗由於件事咁快就完咗，咁由於個委內瑞拉自己嘅供油嘅嗰個target sector 唔係全球嘅，有即係其他嘅市場，咁所以其實個衝擊就好細。即係油價長遠嚟講都唔能夠睇好啦。我就唔會睇得好好啦。好。咁啊點睇比特幣咧？又爬翻上去94,000美金嘅咁。咁啊，另外啲貴金屬都繼續衝高啦。大家就會將委內瑞拉甚至乎嚟緊伊朗咧都好 unstable， 好係咪啊？都好唔明朗嘅情況底下咧，大家會將呢啲地緣政治咧、地緣風險咧，就將同比特幣擸埋一齊嚟講。有冇咁大關係咧？我覺得係藉口嚟嘅。佢之前俾人對得太金，而家係夾一夾嘅啫。咁你諗下委內瑞拉嗰邊1個半鐘搞掂，佢個風險從何而來咧？跟住即係當然啦，你之前可能會喺即係你見到個5個大樓嘅PISA 嗰個 index 標咗之後，你可能會買啲。但係你之後見到件事好快完咗，你應該就沽翻嘅喎。跟住你再睇翻沙特去空襲也門嗰件事，其實也門嗰邊嘅嗰個分裂主義嘅組織其實都係冇乜還手之力嘅。再睇翻伊朗呢一邊，咁其實
都見到而家個傳言都係話伊朗嗰邊嗰個宗教嘅領導人想走佬嘅啫，都唔係話真係。因為其實喺佢總統身亡之後，其實即係佢想要去同美國去抗衡，又欠缺咗喺敍利亞嘅嗰個勢力，又欠缺咗俄羅斯嘅支持，其實就比較難嘅。即係講真，呢啲唔係話真係兩個勢均力敵嘅超級勢力喺度抗衡，而係一個去蝦另外一個。咁所以喺呢個情況底下，我唔覺得個風險係會高得過上年中美之間嘅嗰種真係要開始嚟了嘅嗰種抗衡咯。咁但係你而家見到嘅呢一個比特幣嘅夾升，其實都係同之前一啲對比特幣好不利嘅 narrative 係同時發生嘅喎。因為我哋上年講嘅比特幣點解對翻落去，其實一個主要原因就係人哋話哦，你可能你譬如話 MicroStrategy 呢一啲持有好多比特幣資產嘅，下年即係今年1月份嘅時候可能會俾 MSCI 踢出個指數啦。咁呢啲其實都仲喺度㗎。跟住你同時間你再睇翻上年啲人就會傳話量子電腦啊嘛，跟住就話驚量子電腦會break 咗成個 blockchain， 跟住就即係予攜如求啲 chain 上面嘅啲資產。咁其實都係當然我哋知道呢量子燒傷肝呢一個問題解決唔到，你喺地球上面去做呢樣嘢，其實個成本好大啦。咁但係即係信嗰啲人而家都仲係信嘅。咁即係我覺得個中間你話之前對比特幣不利嘅嗰啲 narrative 係咪消失咗，或者係因為呢一啲地緣政治嘅呢一啲事件而突然之間就人哋忽視咗？我覺得唔係咯。所以我覺得佢個即係夾升咗咁多都係因為之前啲短倉係而家俾人夾緊啦。但係佢最基本嘅嗰個令到人開始有啲 concern 嘅嗰啲特性，我諗仲喺度。OK， 好，跟住問內地嘅經濟啦。咁啊，琴日咧 A 股就創咗11年嚟最好嘅開局啦，上證上翻4000啦咁。咁啊，高盛其實上一日都有份報告咧，話今年會增持中國股票，包括 A 股同埋 H 股咁。咁啊，大家就諗啦，其實今年咩原因會令到內地股市咧有個好嘅表現咧？不外乎可能因為琴日人民幣繼續強勢啦，另外就係中央啦將嗰個內需擺喺頭位啦，一定會繼續有啲擴大內需政策出台啦。仲有就係元旦啦。喺一個即係中共嘅黨刊咧，《求是》雜誌咧篇評論文章咧，就話要穩定嗰個樓市等等啦咁。咁會唔會係幾樣嘢夾埋，所以令到大家今年其實對內地嘅 A 股或者 H 股都好啦，其實嗰個睇法會越嚟越樂觀啊？我諗會有更多嘅資金入場啦，因為我哋去睇一個更重要嘅一個指標就係可能公積金改革就勢在必行㗎啦。咁公積金其實喺過去一段時間之中，佢哋見到佢商業貸款個利率其實同公積金中間個息差就已經唔係太多，好多擺咗入去嘅公積金餘額其實就 dormant 咗嘅，差唔多成3萬億人民幣 dormant 咗，冇喐過。咁而家就話重新活化翻，我唔係淨係俾你去買樓啦，你可以攞嚟去交租，你可以攞嚟去做 renovation， 你可以跨地區咁樣去使用。咁呢啲我覺得係好事嚟嘅，真係可以令到啲錢流入去個實體經濟之中，而唔係就話成3萬億人民幣坐咗喺度，完全冇喐到。咁呢個反而結合埋求是嘅嗰篇文章，我覺得係可能會對房地產市場嘅一啲佢黐住嘅一啲 sector 係有幫助啦。你租樓嘅 sector、property management 嗰個 sector， 我覺得反而係有幫助啦。或者係用翻呢一啲錢去做翻少少似翻棚戶改嘅呢一啲動作，我覺得都係有可能嘅。但係即係整體嚟講，我哋想睇到更多嘅一啲支持嘅政策啦。而家我哋淨係知道會有更多錢流入去個市場之中。所以咧就成日話中國 GDP 可能有5% 嘅增長，但係真係切身感受嘅中國內地嘅居民咧，可能未必感受到嚇，即係又唔肯使錢啦，又話內卷啦，又即係財富蒸發咁多咁。今年會唔會佢哋即係真係嘅生活係真係會大大提升咁？佢哋肯去使錢嚟緊咧，中國數據真係會各方面都會好起嚟啦。希望係啊，希望係，即係我諗佢哋要去肯使錢，最緊要嘅一樣嘢就係個財富效應喺佢哋身上可以重新煥發個活力㗎嘛。咁財富效應邊一個資產類別其實最緊要仍然都係房地產啦。咁就係同求是雜誌講嘅一樣。咁都係房地產嘅銷售面積同埋房地產個銷售價格，即係全國70大城市去做一個總括嘅分析嘅話，你見到上年1至到11月一個下降咗35%，一個下降咗36%。咁其實都需要啲時間去庫存啊，跟住令到個房地產價格穩定咗，我諗佢哋個財富效應同埋佢哋個消費習慣先至會有一啲正面嘅變化啦。好啊，咁啊，今朝唔該晒嚟自星漢資產管理嘅黃榮坤同 James 同我哋咁詳盡嘅分析嘅，interview嚟到呢一度啦。